咧，我要講一個地方咧，就係叫中亞嘅土庫曼斯坦。今天我要講一個地方是中亞的土庫曼斯坦。咁有啲人話中亞喺邊度我都唔知。有人就會講說啊，中亞在哪裡？我其實也不知道。嗱，其實係中國啦，但其實中國、中東啦，中東夾住中間嗰嚿就叫中亞啦。中間夾着這個地方就是中亞。咁呢個地方咧，其實就唔係好大㗎咋。這個地方其實不是很大，大日本少少啦，大日本小小人口咧就約莫係600幾萬，人口大概600多萬。但係佢有一樣嘢好出名嘅，但是它非常出名就係的，佢呢一個汗血寶馬。它是汗血寶馬。啊，我哋《三國演義》有冇人睇過？《三國演義》大家有嗰個赤看過嗎？兔馬就係佢嚟㗎啦，就是那個赤兔馬，好勁㗎！佢咧叫日行千里，它日行千里。但係而家咧已經喺中國絕咗種㗎啦。但現在已經在中國絕種了，只有喺土庫曼嘅地方有㗎咋。只有在土庫曼這個地方有。但係咧，佢咧其實之前咧就係蘇聯統治佢嘅。之前是蘇聯統治它的。喺1991年之後咧，就係咧獨立出嚟。在1991年之後就獨立出嚟。佢有個花名唔係好好聽㗎。它有個花名不是很好聽的。你記住咯喎。你要記住。叫做中亞嘅北韓啊。叫中亞的北韓。北韓啊，中亞嘅北韓。中亞的北韓。好 PPT One。PPT One。我哋睇下個圖先。我們看這個圖。我個標題係沙漠見白石金雕像城。我的題目是沙漠見白石金雕像城。個人崇拜之國。個人崇拜之國。即係其實咧，佢沙漠地好多嘅。我哋睇第一幅圖啦。其實在沙漠地很多。佢有8成咧係沙漠地嚟嘅。它有8成是沙漠地。佢嘅地土就比較平嘅。它的地土比較平。佢有好多棉花啊！佢最出名咧就係嗰啲地氈。它有很多的棉花，它最出名的就是地毯。咁你個沙漠見白玉甚至咩金像城，其實係咩意思啊？沙漠見白石，這個金雕像城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嗱，首先我一定要介紹3個人物俾你知道。首先我一定要介紹3個人，讓你們知道。3個都係比較肥啲嘅嚇。 3個都是比較肥。嗱，第一屆總統。第一屆總統。佢係1991年咧，啱啱喺蘇聯獨立出嚟嗰陣咧，佢就做咗總統㗎。在1991年，他剛獨立出來的時候，他就做了總統。呢個人咧就好中意搞個人崇拜嘅。這個人就很喜歡搞個人崇拜。佢自己咧就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他個人自我感覺非常良好。咁佢咧就下邊嗰幅圖咧就係佢講緊佢自己整好咗自己騎馬嗰啲咁嘅金像啊。他就自己整了一個像騎馬這樣的一個金像。喺各個地方咧都見到好多呢啲金像，就係佢自己嘅樣嚟㗎。在各個地方就很看到很多這種金像，就是他自己個人嚟。咁仲有咧，佢咧就佢有一本書咧，就佢自己寫嘅。還有一本書是他自己寫的。下邊綠色嗰本。下面綠色那。你唔好睇佢咁細本喎，成座咁嘅雕像咧，好你睇下嗰支係。路標，即係嗰個其中一個塔，佢仲高過個塔，係好大咁擺喺市中心入邊嘅。不要看它好像很小，其實它是很大，好像一整個路標擺在路當中。我唔記得咗，其實佢哋係伊斯蘭教嘅地方嚟嘅。其實他們是伊斯蘭教嘅地方。但佢咧就高舉呢本書，呢本書寫咩嘅咧？他就高舉這本書啊！這本書寫什麼呢？我自己啲威水史咯。佢嘅威水史啊，他自己偉大的事蹟。係啦，佢個家族點叻啊點叻啊咁樣。他的家族怎麼樣的厲害？咁咧仲高過咧就可蘭經嘅。高過荷蘭，即係個地位比可蘭經更加高嘅。地位比可蘭經更加的高。你咧就如果由小學去到中學咧，你一定要必讀嘅書就呢本啦。如果小學到中學必讀嘅書就是這本。有個花名叫靈魂之書。它有個花名叫做靈魂之書。你睇完之後個靈魂就好安妥㗎啦。你看完之後靈魂就非常安妥。咁連考牌啊，考政府公務員咧，你都要考呢個內容㗎喎。連考政府的公務員考牌都要考這本書。所以好重要㗎。所以非常的重要。仲有咧，佢咧就學咧。羅馬嗰個獨裁咧，凱撒大帝，他學羅馬的這個獨裁者，這個凱撒大帝，係將自己嘅咧嗰啲我啲月份咧，1月、2月、3月、4月嗰啲日子咧，就改為自己屋企嘅名。將月份改成這個1月啊、4月都改成自己的名字。1月就改佢自己嘅名。1月就是他自己的名字。4月改佢阿媽嘅名。4月是他媽媽的名字。如此類推啦。以此類推。咁真係佢非常自我感覺良好。他非常的自我感覺良好。佢甚至喺一段時間就改晒嗰啲選舉咧，就話以後我就係終身總統。甚至他改了所有的選舉，就是他就是終身的總統。唔好意思，佢一咁樣頒布之後，佢冇幾耐就心臟病死咗啦。不好意思，當他頒了這個之後呢，不久他就心臟病死。好啊，第2位都係肥肥地嘅。第2位都是肥肥的。係啦，嗰個咧就係喺接咗呢個佢突然間死咗啦，就接咗第2屆總統啦。因為他突然死了，就接了第2任的總統。呢個都好得意㗎。這個都非常特別。所有嘢都要白色嘅。
所有東西都要白色的，唔准有黑色嘅車㗎，不准有黑色的唔准車有黑色嘅屋㗎。不准有黑色的我屋子。最中意咧就白嘅大理石。我最喜歡他最喜歡的就是白色大理石。頭先我話咧，全部地方都係沙漠，所以好多人就只係住喺個市區入邊嘅。剛剛就說很多地方都是沙漠，所以只有大部分人住在市區裡面。所以咧，你去到個市區咧，全部都係白色㗎。所以你去到市區，整個都是白色哇，的，好靚，非常的漂亮，金碧輝煌。金碧輝係啊煌。係啊，一係佢個像，有些是它的像，即係佢個金色嘅雕像；它的金色的雕一像。係一隻白色大理石嘅屋。你看，要不然就是白色大理石的近來屋子。佢喜好咧，仲要起冇隻狗喎。而且他喜好狗，嗱，有一隻咧就叫做首都樹立黃金巨犬，就是首都樹立隻狗嚟㗎。黃金巨犬，係啊，狗嚟㗎，狗嘅金像。狗的金像。啊！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我講得多，你都明啦。係伊斯蘭教就最覺得狗係不潔噶嘛，伊斯蘭教就覺得狗是不潔的，但係佢唔會理咁多啦。但是他不會理係《這麼多。可蘭經》都唔緊要啦，咁何況啲狗像啊可蘭經都就，所以佢就擺咗啲狗像喺市中心，就把狗像放在高舉這市隻狗中心，高舉這隻狗，係覺得隻狗好正啊，好正啊咁樣。覺得這隻狗非常。但係佢咧喺近來咧喺2022年咧，佢就係換人啦。在近來2022年就換人，第三屆就係現任嘅總統，第三任就是現任的總統，就係佢個仔嚟嘅。就是他的兒子。啊！呢個咧而家暫時我哋仲未知道佢有咩喜好。這個暫時我還不知道他有什麼的喜好，但係佢應該係承傳佢爸爸嗰個睇法，但是他應該是傳承他爸爸的看法。所以咧就呢個國家就係咁嘅情況，所以這個國家就是這個係好講個人崇拜嘅。是非常講個好，人崇拜。第二章，第二章，我個標題係我的標題是亞洲唯一中立石油國，亞洲唯一中立石油國，人民封閉生活貴。人民封閉生活貴。土庫曼呢，其實佢嘅天然氣咧全球第4嘅，土庫曼它的天然氣是全球第4，佢仲黐住個裏海咧，其實係未仲有一大扎嘢未發掘喺嗰個裏海個資源入邊，應該係唔止咁嘅情況。佢好有錢。它的離海靠近離海還有非常多的資源沒有被發掘。佢咧佢亦都咧喺唔記得咗幾多年，1999年嗰陣咧，佢就話啦我要做中立國啊咁樣。在1999年，他就宣稱自己要成立中立國。咩叫中立國啊？什麼叫中立國？即係我唔靠邊企，就是我不靠邊站，我又唔靠美國，我也不靠美國，我又唔靠歐洲，我也不靠歐洲，我又唔靠中東，我也不靠中東。總之我係咧中立國係。所以我就是中立國。咁佢其實呢個中立國設立完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唔到佢有咩特別啊。中立國我們看不到它有什麼特別。佢咧中間嗰個圖表咧，中間的這個圖，佢真係好中立嘅，因為佢乜嘢WiFi 啊、互聯網咧都唔俾人 set 嘅。而它非常的中立，它的什麼 WiFi 啊，什麼都跟人家不連。佢係想咧高牆之內嗰度寫住，他寫着高牆之內，佢想建立自己嘅互聯網，他想建立自己的互聯網，即係話咧我嘅互聯網係自己人用嘅啫，就是我的互聯網就是只有自己人用，佢係連唔到外界嘅。它是不能連到外界的。另外一樣嘢咧，佢亦都咧下邊嗰幅圖，下面一幅圖，佢咧就係咧係講緊咧佢哋嘅人民咧係唔輕易出國嘅。講他們的人民是不輕易出國的。我近來睇咗另一啲報紙係講佢嗰個因為佢用嗰個方法咧控制你嘅護照係咪 Visa， 即係嗰個護照啊。因為他用這個來控制人民的護照，佢唔換俾你咯，他不換給他們，或者係申請好多年都唔批咯。或者是申請很多年。所以呢段新聞就講啦，其實咧喺佢哋嘅人民入邊咧係好難飛到去外國嘅。所以他們的人民非常難飛到外國。另一筆新聞咧，但係其實你諗下，咦？咁其實佢咁有錢，但係其實佢生活呢啲人個人民嘅指數都係好高嘅。雖然他們很有錢，但是人民的生活的指數非常。我哋右邊嗰幅圖講緊呢，佢首都嘅生活成本咧係其實超過香港排第1㗎。它的首都成本是超過香港，是排名第1的。你估都估唔到嗬？你猜都猜不到。其實問題咧就係佢哋有錢，但係啲有錢未必係全部所有人都有錢。他們雖然有錢，但是不是全部的人都有錢。有一啲講法咧就話佢咧係有好多主要嘅收入係喺政府入邊 hold 住啦。有一些的說法就是主要的收入都在政府的裡面。我哋再睇佢人權方面咧，我們看他人權的佢方面。土庫曼人權，因為實在太封閉啦，揾唔到乜新聞，咁我哋就揾到維京百科。土庫曼人因為這個太封閉了，所以找不到他們的新聞，所以就佢哋咧係個新聞自由指數咧係居於倒數全世界第2倒數翻嚟嘅。新聞自由指數呢是全球倒數第2。其實所有喺入邊嘅人，
其實所有在裡面的人，好似封咗喺個高牆入邊。好像封閉在高牆的裡面。所以咧，就算啲遊客想去，都係非常困難。所以就算遊客想要去，都非常的困難。你有冇去過土庫曼旅行團啊？你有冇去過土庫曼旅行團呢？佢根本都唔歡迎你。他根本就不歡迎你。係啦，所以成個國家係封咗喺個密封嘅，好似一個高牆入邊咁。所以整個國家被封閉在高牆裡面。第三，第三，我個標題係地獄之門關閉，我的標題是地獄之門關閉，祈禱天堂之門要打開。祈禱天堂之門要打開。左邊呢，地獄之門其實係咩地方嚟嘅呢？地獄之門，左邊地獄之門到底是什麼地方呢？其實咧係一個錯誤嘅意外嚟嘅。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意外。喺俄羅斯仲去管理佢嗰陣咧，有一個科學家咧就突然間揼爛咗笪地。在俄羅斯管轄的時候呢，突然有一個科學家就鑽了一塊地，揼爛咗，打爛的，係打爛咗佢。佢唔小心地打咗個窿。他不小心打了一個洞，點知發覺入邊有啲氣體出現又有毒嘅喎。結果發現裡面有些有毒的天然氣。咁佢諗咗條橋啦。那他就想到一個解決辦法。嗰啲咁嘅嘢一把火燒咗就搞掂啦，係咪啊？用一把火把它燒了就搞一定了。燒就50年啦。怎麼知道一燒就50年？50年冇停過。50年沒有停過。咁呢個意外入邊咧，點樣方法都撲唔到啲火。這個意外的方法，怎麼樣都解決不了這個火。但係最弊係咩咧？但最差的是當地啲人覺得，哇！佢成個地獄咁啊！當地人覺得就好像好推崇呢個地獄之門，呢個就係地獄嘅門啊！好推崇這個，就覺得這個是地獄之門。你哋快啲嚟睇下呢個幾靚嘅地獄之門！你們趕快來看這個很漂亮的地獄之門。就成為旅遊景點去當地，即係如果有人嚟參觀就參觀嗰度。竟然這個來參觀的時候就來參觀這個地獄之門。其實我喺度做嗰陣咧，我就個感覺咧就覺得，哇！點解你要宣告自己個國家有個地獄之門？我在做的時候就覺得，為什麼你要宣告整個國家有一個地獄之門呢？咁其實咧都好對應佢自己嘅狀況喎。其實也很對應他們自己的狀況。佢哋全個國家被封閉，他們整個國家被封閉，好似活喺一個地獄入邊。好像在一個地獄。好，第二章咧，而家個新總統咧就好似有少少貢獻啦，佢就開始咧就你講。現在的這個總統好像有一個小小的貢獻。佢第二張圖咧，佢就話開始俾一啲 new 嘅 e-visa， 即係俾嗰電子嘅 visa 可以申請到。現在就開始給一個新的這個護照可以申請。係4月出嘅新聞嚟嘅。是這個剛剛4月出的新聞。係我哋睇一睇佢究竟會唔會真係開放？我們看它是不是真的會開放？跟住右邊嗰個敞開的門呢？右邊這個敞開的門，呢個係咧統計咧全球咧守望嘅名單。這個是全球守望的名單。土庫曼呢係排行29，土庫曼是排名29。佢受逼迫嘅分數咧最多係100，佢係71嘅。受逼迫的指數如果是100，它是排71。最後嗰張咧係講緊一個弟兄啦。最後一章是講一個弟兄，佢咧就因為睇到套耶穌傳咧，係信咗耶穌。他因為看了耶穌傳，信了耶穌。我想總結下。我想總結一下。其實喺呢個土庫曼一度做呢個報告嘅時候，其實在做這個土庫曼的報告的時候，我心入邊有個好大嘅感動。我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感動。我哋要將呢個地獄之門嗰個宣告咧，要反轉成為天堂之門。我們將這個地獄之門的宣告轉成這個天堂之門。呢個國家咧係咧屬於神嘅。這個國家是屬於神。佢哋啲人民咧喺一個高牆下邊。他們人民在高牆下面。我咧最後就琴日round up 呢個 report 嗰陣咧，我見到一個異象。最後我在總結這個報告的時候，看到一個異象。我聽到神講呢個國家係表裏不一致。我聽到神說這個國家是表裏不一致。我見到一個土庫曼嘅女仔。我見到一個土庫曼嘅女子。不斷向我招手。不斷向我招手。喺度向我招手。不斷向我招手。我喺度做嗰份報告嗰陣，我見到佢不斷向我招手。我見到他不斷地向我招手。我聽到佢講，我聽到他說，好多謝你為我祈禱啊！很謝謝你為我們禱告，好多謝你哋為我祈禱，很謝謝你為我們禱告。我心入邊咧好感動，我心裏面非常的感動。呢啲咁高牆下嘅國家，這些高牆下面的國家，我哋真係要起嚟為佢哋代禱。我們真的要起來為他們禱。我今日嘅報告係咁多。我今天的報告這麼多。我哋多謝以撒家團隊 Esther 嘅分享。我們謝謝以撒家的團隊 Esther 的分享。縱然呢個國家喺高牆之下，縱然這個國家在高牆之下，但係今日，但是今天喺大魚盤
去報告，在大預防報告，冇任何嘅事情沒有任何的事情能夠攔阻我哋禱告 ，Amen。能夠攔阻我們禱告。我哋一齊嘅站立，我們一起的站立。我哋咧嚟到第一點嘅禱告。我們來第一點禱告。縱然咧國家領袖咧自我非常嘅膨脹，雖然國家領袖非常的自我膨脹，但係我哋宣告，但是我們宣告喺聖經嘅裏面，在聖經的但以理書4章，但以理書4章28至37節，28到37節，尼布撒尼甲王，尼布甲尼撒王，佢點樣嘅悔改？他怎麼樣的悔改？今日我哋都嚟禱告，今天我們也來禱告，我哋去宣告，我們宣告呢個國家嘅領袖，這個國家的領袖，一切嘅膨脹要離開，一切的膨脹要離開。好唔好？我哋三聲耶穌耶穌耶穌，我哋嚟禱告啊！我們三聲耶穌耶穌耶穌，我們來禱告。耶穌耶穌耶穌。我哋仰望你，你曾經祝福呢個國家。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讚美你。主，我哋咧將咧呢一個嘅國家咧，呢個領袖咧交到你嘅手中。主啊，求你除去咧呢啲嘅個人嘅崇拜，你咧要擊殺咧呢啲嘅驕傲。係啊，神啊，求你賜下咧呢啲嘅領袖咧，佢哋有一個謙卑柔和嘅心，讓佢哋咧即係執政掌權嘅時候，真係為百姓咧而嘅益處咧嚟到去進行咧佢嘅政策。主啊，求你俾佢哋咧，即係有呢個純潔嘅心，去能夠咧認識你，能夠咧仰望你，能夠有一個謙卑受教嘅心，奉主名求。到咧第二點，第二點，當咧好似咧佢哋有一個天然嘅氣體啦，當然他們有一個這個天然，但係咧佢哋咧用咗好多嘅金錢，他們用了很多的去建造咧所有嘅大廈，去建造所有的所有嘅景點，所有的景點，所有咧個人嘅偶像，所有個人的偶像。我哋咧為著咧每一個百姓嚟禱告，我們為着每一個百姓來禱告，願咧佢哋咧喺生活嘅裏面經歷神，願他們在生活的裏面經歷神。我哋一齊咧為著第二點禱告，我們為着第二點來禱告。你親自嘅去拯救一切嘅百姓，主啊，一切嘅豐盛要臨到佢哋嘅當中，主啊，你讓佢哋脫離一切嘅咒詛，魔鬼受你嘅攻擊，一切嘅咒詛要完全嘅離開，呢個國家要願意為百姓投放更多嘅資源，主啊，一個基本嘅需要都要臨到喺佢哋嘅裏面。耶穌，我哋仰望你，我哋讚。耶穌，我哋為到每一個住喺土庫曼斯嘅百姓嚟到嘅向你禱告，主啊，你嘅恩賜喺佢哋嘅身上，主啊，你嘅供應係源源不絕㗎，主啊，你轉化即係在上位嘅掌權者，將一切嘅投資，將一切嘅建設啦，都要轉向百姓，轉向人民佢哋嘅需要，以致佢哋能夠經歷咧你嘅轉化，經歷你嘅大能。耶穌，我哋讚美你，多謝你。到咧，我哋為第三點嚟禱告。我們為第三點來禱告。呢個國家咧喺10年之內，這個國家在10年之內，初咧只係得1個2個人信耶穌。剛開始只有1個2個人信耶穌，但係到而家，但是到現在已經增加到500至600個啦，已經增加500到600個人。縱然喺高牆嘅裏面，縱然在高牆的裡面，但我哋嘅禱告大有能力。但是我們的禱告大有能力。好，我哋一齊舉起我哋嘅手，我們一起舉起我們的手。我哋用方言禱告，我哋用悟性禱告。我們用方言禱告。主啊，冇任何嘢攔阻，沒有任何一個攔阻。我哋去傳福音，去傳福音。我哋要開美德之門，我們要開美德之門。我哋要讓人嘅心歸向神，讓人心歸向神，破除一切地獄之門，破除一切地獄之門。宣告，佢哋要得着永恆，他們要得着永恆嘅生命要進到呢個國家當中。人的靈魂要進到。主啊，我哋仰望你，主啊，我們仰望你。主啊，我哋單單嘅你需要你，主啊，我們單單需要你。耶穌，冇一個高牆能夠高得過你嘅恩典。主，奉你嘅名宣告，土庫曼斯坦嘅高牆喺我哋嘅禱告裏面已經拱冧咗啦。神，你嘅恩典進到整個國家裏邊，將讓所有被受宗教逼迫嘅信徒，呢500-600個嘅人，佢哋能夠站立得住。神啊，讓佢哋能夠成為一個福音嘅嗰個嘅源頭，喺你嘅裏邊支取呢個力量，將福音傳到每一個百姓嘅裏邊，甚至你去到政府嘅領袖當中。耶穌，奉你嘅名宣告，每一個人喺土庫曼斯坦都要歸向你。父神，我哋多謝你，我哋讚美你，垂聽我哋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當我咧去到為土庫曼去到祈禱嘅時候，當我為土庫曼禱告嘅時候，我見到咧喺呢個嘅地土上高咧有築咗一個嘅唔係一埲牆，係一個鐵
幕啊，我看到这块土地上面築了一個鐵網，鐵嘅幕，鐵的幕。跟住咧呢一個嘅鐵幕咧係360度咧圍繞住咧呢個嘅國家。接着這個鐵幕是360度的圍繞這個國家。我見到咧裏邊嘅人咧係咁喺度打呢個鐵幕，係咁打，係咁打。我看到裡面的人民不斷地敲打這塊鐵幕，但係咧我見到咧呢個鐵幕咧係堅固不可摧嘅。但我看到這個鐵幕是堅固不可摧的。但係咧我咧見到咧從天神咧有一個嘅光咧進入，照中呢個鐵幕嗰度。我看到從天有一道光，這樣進入這個鐵幕的裡面。本來呢一個光咧照落去嘅時候咧，只係呢一點一點嘅射入去呢一個嘅國家。本來這個光只是一點一點的射入這個國家，但係咧我見到咧呢啲嘅光咧慢慢去到擴大，呢啲嘅光慢慢去到擴大。接着我就看到這些光慢慢的擴大，慢慢的擴大。我就聽到神話，我就聽到神說，孩子佢哋覺得自己嘅國家係可以中立嘅。孩子他們覺得自己的國家是可以中立的。但係咧我咧睇到10年呢幾隻字，但我看到10年這幾個字，我哋睇到咧10年裏邊，我聽到神話佢哋係唔可以中立，喺政治嗰度咧係會被逼迫，並且咧佢哋係唔可以話自己係中立嘅。他10年的裡面，我聽到就是神說他們在10年的裡面不能夠中立。神就話好似咧喺物質界咧喺度震動緊，好像在物質界好像在震動。但係咧我就聽到神話，孩子呢一個咧係福音嘅時機。但是我就聽到呢個係福音嘅時機，這是福音。我嘅福音咧要進入呢個嘅國家裏邊，我的福音要進入這個國家的裡面，人民咧要感受到咧真正嘅自由，真正嘅喜樂。人民要感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喜樂。並且咧我見到咧喺政府嘅國家嘅裏邊喺度咧係咁 shake， 係咁喺度 shake。並且我看到這個政府的國家裡面不斷地在搖動。神就話孩子人所建立嘅，我就聽到神說人所建立的，人手所建立嘅，人手所建立的，我會完全嘅摧毀，我會完全的摧毀，因為我係永活嘅真神，因為我是永活的真神，並且只有我係作王嗰位，並且我是作王的那一位。我哋呢一齊嘅舉手，繼續嘅去到為呢個國家去到祈禱。我們繼續的舉手為這個求國家神嘅心意咧，求神嘅光咧要顯明咧喺呢個國家嘅裏邊。求神的心意，求神的光要進入。最初咧係一點嘅光，最初是一點一點的光。但係神嘅大光咧要進入咧呢個國家黑暗嘅裏邊。但是神的大光要進入這個國家的黑暗的裡面。藉住我哋嘅祈禱，使用我哋嘅祈禱，求神使用我們的禱告。我哋一齊嘅舉手去到呼求神嘅光進入。我們一起禱告，舉手呼求神的光進入。主啊，你透過咗我哋嘅祈禱，你嘅光而家呢刻就進入呢個國家裏面，喺靈裏邊進入。讓你的光要進入，透過禱告進入這個國家的裡面，進入。主你嘅靈同樣嘅進入，穿透呢個天幕，進入國家嘅裏邊。聖靈，我哋歡迎你進入呢個國家嘅裏邊。
你。主，我们在这里为土富曼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宣告，土富曼有600多万的人口。主啊，他不止从前他风闻有你。主啊，他们从今天开始，他要看见你的荣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光。当光照了黑暗的时候，黑暗就要逃跑。主啊，我在这里向你呼求，遮盖土富曼人口的轮片，就是绑住他们认识光的轮片，现在都要落下，现在都要落下。600多万的土富曼的人，他们都要亲耳来听见神你的话语，要进到他们的当中，他们的眼睛要见证神的荣耀，要看见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已经来到土富曼，已经来到他们每一个城市，进入每一个家庭里面，进入他生命的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感谢耶稣。